大家有冇發現，最近去屋邨街市，成條街靜到可以聽得到腳步聲。以前朝早8點，街市肉檔、菜檔鬧哄哄，阿姐阿伯大聲喊價10蚊3斤，新鮮菜心。但係依家呢，你去到只會見到成排鋪頭拉晒閘，寫住租約期滿或者歇業告白。相反，你行去屋邨附近嗰啲網購自提點，門口排隊排到去街尾，個個拎住個大紙箱，入面裝住嘅唔係衣服鞋履，而係內地寄過嚟嘅蔬菜、凍肉，甚至一包包嘅大米。呢個現象正喺度以一個極速嘅節奏重塑緊香港人嘅日常生活，亦令香港幾十年嘅街市經濟經歷緊前所未有嘅大崩盤。不過，正當大家都覺得自己到住數，大讚內地平貨好抵買嘅時候，你有冇諗過，你喺網上平台撳個按鍵，落單買個包米，嗰塊凍豬肉隨時會令你踏入法網，甚至面臨坐監嘅風險。最近海關同食環署頻頻出動，喺各大物流中心同自提點進行突擊搜查，重點打擊非法跨境網購受管制食品。海關發出嚴正警告，千祈唔好以為喺網上買嘢寄過嚟就等於平時購物咁簡單。買錯一包米，買錯一盒未經檢疫嘅凍肉，即屬違法，最高可以被罰款5萬元，仲要面臨長達2年嘅監禁。你以為自己慳咗幾十蚊菜錢，點知隨時變咗貪平變坐監。呢樣嘢絕對唔係聳人聽聞，而係正在香港真實發生緊嘅法律危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香港街市大崩盤背後嘅真相，同埋詳細講清楚到底網購內地平貨隱藏咗啲乜嘢，隨時令你落網嘅法律陷阱。要講呢個問題，我哋先要睇睇香港街市到底經歷緊啲乜嘢。近年來，香港人嘅消費模式出現咗翻天覆地嘅變化。自從2023年全面通關之後，港人北上消費成為新常態。起初，大家只係逢週末去深圳食喝玩樂，去大型超市批發式買嘢。但係去到2024年、2025年，呢種消費習慣進一步升級，發展成跨境網購生鮮食品，直接宅配到港。去到2026年嘅今日，各大網購平台嘅跨境直郵同自提點網絡已經滲透到香港每一個社區。你只要喺手機應用程式落單，內地嘅菜心、芥蘭、走地雞、東北大米，甚至連湯料、生果，第2日就可以運到你家樓下嘅自提點。價格方面，簡直係對香港本土街市造成咗毀滅性嘅打擊。喺香港本土街市，一斤本地或者經正規批發進口嘅菜心，可能要賣12蚊到15蚊港幣，但喺內地網購平台，10蚊人民幣可以買到3斤，甚至4斤，仲包郵送到香港自提點。一斤走地雞，香港街市賣100幾200蚊，網購平台平一半以上。面對咁巨大嘅差價，好多香港市民，特別係要持家嘅家庭主婦或者退休人士，自然會選擇網購。結果係點？香港傳統街市嘅生意額暴跌50%甚至70%。喺觀塘、深水埗、旺角呢啲老區嘅街市，以往一位50歲、60歲嘅街市菜販靠個檔口養活一家人，依家每日開檔，連交租嘅錢都賺唔返。好多檔主經營咗20-30年，最終都只能無奈結業。香港街市嘅生態圈正在以驚人嘅速度崩解，呢個係經濟規律同生活成本壓力下嘅必然產物。但係好多市民喺享受網購平貨帶來嘅甜頭時，完全忽略咗一個最核心，亦係最危險嘅問題。香港作為一個獨立嘅關稅區，對於食物安全、動植物檢疫以及動植物產品嘅進口，有住極之嚴格嘅法律法規。你喺香港街市買到嘅菜、肉、米，係經過層層檢疫、申報、交稅同合規批發流程，先去到檔主手上面。但你喺網上直接訂購寄過嚟嘅嘢，好可能完全跳過咗呢啲法定程序。呢種行為喺法律上唔叫網購，而係叫做走私或者非法進口管制物品。大家最容易中招，亦係最令人意想不到嘅，就係我哋每日都食嘅大米。很多人會問，買包米啫，有幾大件事啊？米又唔係毒品，又唔係軍火，點解買錯一包米都會違法？呢度就需要普及一下香港非常獨特嘅法律背景。喺香港法律體系入面，大米並唔係普通嘅日常商品，
而係被列為儲備商品。根據香港法例第860甲章進出口一般規例，大米係香港唯一的法定儲備商品。呢個法例嘅歷史背景係因為香港本身唔產米，所有大米都要依賴進口。為了保障全港700幾萬市民嘅糧食安全，防止有人囤積居奇、操縱米價，或者喺緊急情況下出現糧荒，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處實施咗米糧管制計劃。根據呢個計劃，任何個人或者公司如果要進口大米到香港，都必須先向工業貿易處登記成為合格嘅米糧註冊進口商，而且每一次進口都必須預先申請進口許可證。如果冇有效嘅進口許可證，任何人將大米帶入或者運入香港，即屬違法。你可能會講，我平時去深圳買包5公斤嘅米，自己抬返香港，海關都唔會抓我啦。呢度就涉及一個好多人搞錯嘅法律概念，個人行李豁免與郵遞包裹嘅分別。喺法例入面，確實有一個個人行李豁免條款。如果你係入境旅客，隨身攜帶不超過15公斤嘅大米，作為個人食用或者送禮，係可以獲豁免申請許可證嘅。注意，呢個豁免係專門俾入境旅客隨身行李嘅。但係如果你係喺網上落單，由內地賣家通過物流公司、快遞公司或者集運公司將包米寄到嚟香港嘅自提點，或者直接送上門，呢種途徑喺法律上叫做郵遞或貨運進口。郵遞同貨運途徑係完全不適用於個人行李豁免條款嘅。換句話說，哪怕你只係喺網上買咗1公斤或者5公斤嘅大米，只要佢係通過物流寄過嚟，而你或者嗰間快遞公司冇向香港工貿署申請大米進口許可證，呢包米喺踏入香港境內嘅那一刻起，就已經屬於非法進口儲備商品。根據進出口一般規例，非法進口儲備商品包括大米，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港幣5萬元，以及監禁2年。大家諗下，你喺網上買一包50蚊人民幣嘅東北大米，以為自己慳咗30-50蚊，點知一不小心就犯咗條最高罰款5萬，要坐監2年嘅刑事罪行。呢個代價你負擔得起嗎？海關同工貿署最近已經多次發出警告，指出近年發現有市民利用跨境電子商貿平台，以快遞集運方式進口大米。海關喺各個跨境物流中心、深圳灣口岸、香園圍口岸嘅貨運檢查站，利用穿透式掃描機同大數據分析，加強咗對入境快遞包裹嘅抽查。一旦發現包裹入面有未申報或者冇許可證嘅大米，海關會立即扣押包裹，並根據包裹上面嘅收件人姓名、電話同地址，直接追查到落單嘅市民。你以為去自提點拎包裹好安全？海關執法人員隨時喺自提點門口等住你。講完大米，仲有一樣更加普遍，亦係執法部門打擊得最嚴厲嘅項目，就係肉類、家禽同蛋類。很多市民喺網購平台睇到內地嘅新鮮豬肉、走地雞、鴨肉、鴿子，甚至係溫泉蛋、鹹鴨蛋，覺得便宜又新鮮，順手就加入購物車，一齊集運返香港。如果你有做過呢樣嘢，我真係要同你講聲，你已經喺法律嘅邊緣行走，甚至已經觸犯咗重罪。根據香港法例第832首字母甲章進口野味、肉類、家禽及蛋類規例，任何人切勿喺冇獲得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發出嘅進口許可證，或者冇來源地發牌、當局發出嘅官方衛生證明書嘅情況下，進口任何生鮮、冷藏、冷凍或者乾製嘅肉類、家禽或蛋類到香港。呢條法例嘅執法力度係極之嚴厲嘅。為什麼？因為呢個直接關係到公共衛生同防疫安全。內地同世界各地時不時會出現非洲豬瘟、禽流感等動物疫情。香港之所以一直能夠保持食物安全，防止重大動物傳染病爆發，全靠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喺關口嚴密把關，確保所有進口肉類都有衛生證明書，證明肉類來自合法、無疫情嘅屠宰場，並且經過嚴格檢疫。但係你喺網購平台買嘅肉類同雞鴨係點樣運過嚟嘅？賣家通常只係用普通嘅泡沫箱，加上冰袋包裝，甚至有些連冰袋都冇，直接交俾普通快遞公司。喺運輸過程入面，
往往要經歷10幾20個小時嘅車程，中間溫度根本無法維持喺法定嘅冷藏溫度，攝氏4度或以下，或者冷凍溫度，攝氏零下18度或以下。呢種運輸方式存在極大嘅雙重風險，第一係法律風險，第二係健康風險。喺法律上，根據第832首字母甲章，非法進口未經檢疫嘅肉類、家禽或蛋類，一經定罪，最高刑罰同樣係罰款港幣5萬元，以及監禁2年。而且與大米不同嘅係，肉類同蛋類嘅執法標準更加嚴格，哪怕係旅客隨身攜帶，只要冇衛生證明書，帶一隻生雞、一塊生豬肉過關，都係即時逮捕、即時起訴。更何況係通過快遞網絡大規模進口。近年，香港海關同食環署展開咗多次代號為雷霆同守衛者嘅聯合執法行動，執法人員深入到全港各區嘅網購自提點、集運公司分撥中心，甚至派出搜查犬進行突擊搜查。喺2024年到2025年期間，海關就檢獲咗數以噸計嘅非法網購跨境肉類。唔少市民去自提點取貨嘅時候，當場被埋伏嘅海關人員截查，即時被帶返警署調查，留返一身刑事案底。喺健康風險方面，大家一定要諗清楚，呢啲未經檢疫嘅肉類喺高溫運輸過程入面，極易滋生沙門氏菌、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肉類變質產生嘅毒素，食入肚隨時引致嚴重嘅急性腸胃炎、敗血症，甚至危及生命。你以為自己買到平肉係賺咗，其實係攞自己同家人嘅身體健康嚟搏，仲要冒住坐監嘅風險。呢種賬到底點樣算？除咗大米同肉類，第三個大陷阱就係植物、泥土同花卉。香港唔少市民，特別係40-50歲，喜歡喺屋企陽台種花種菜嘅朋友，好中意喺內地網購平台買盆栽、花卉、果樹苗，甚至直接買內地嘅泥土培養土返嚟。大家覺得買盆花、買包泥土種菜有乜問題啊？呢度又觸及咗另一條法例，香港法例第807章植物保護條例。根據條例，進口任何植物、植物病原體或泥土到香港，都必須預先向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申請植物進口證，除非有關植物符合特定豁免條件，例如喺內地生產，不連帶泥土，且不屬於受保護物種嘅切花或水果，否則未領有許可證而擅自進口，即屬違法。特別係泥土，喺法律上係被嚴格禁止隨便進口嘅，因為泥土係極多有害生物、寄生蟲卵、植物病原菌，例如線蟲、紅火蟻嘅溫床。如果允許未經處理嘅泥土大量通過網購進入香港，一旦外來有害物種喺香港生態環境入面擴散，會對香港嘅本土植物同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轉嘅破壞。根據植物保護條例，任何人違反規定，非法進口植物或泥土，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港幣2萬元，以及監禁1年。很多長者同市民根本唔知呢條法例，喺網上見到幾蚊包嘅有機土、營養土，順手買幾包集運返港，結果包裹喺關口，被海關穿透式掃描機查獲，直接收到海關嘅傳票。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心存僥倖，諗住網購平台咁多人買，每日成千上萬個包裹進出香港，海關點會查得咁仔細？快遞公司幫我運過嚟，就算查到，都係裝快遞公司啦，關我咩事？如果你係咁諗，咁你就大錯特錯啦。呢個亦係好多市民落入法律陷阱嘅最大誤區。首先，快遞公司同集運公司喺法律上只係承運人，喺大部分集運平台嘅服務條款入面，早已用密密麻麻嘅細字寫明，用戶不得寄遞目的地，法律禁止進口之物品，否則一切法律責任由用戶自行承擔。當海關喺包裹入面查獲違禁品或者受管制物品時，包裹上面貼住嘅收件人姓名、電話號碼、送貨地址或者自提點嘅取貨碼，全部都係指向你，即係實際進口商。香港嘅法律原則非常清晰，下單購買、支付款項、指定收件人，呢個行為本身就構成咗控制同指揮進口嘅過程。海關只要根據包裹上面嘅資料追查，就能夠精準鎖定買家。近年嘅執法個案顯示，
海關執法人員會根據包裹資料，採取釣魚式執法，或者跟蹤監控交付。執法人員會扮成快遞員，或者喺自提點靜候收件人出現。當你簽收包裹，或者喺自提點輸入取貨碼拎走包裹嘅那一刻，執法人員就會立刻出示證件將你拘捕。嗰個時候你話我唔知犯法，我以為快遞公司會搞掂，喺法律面前都唔會成為免責嘅理由。因為喺香港法例入面，對受管制物品嘅進口，往往採用嚴格法律責任，或者需要你證明自己合理不知情，而不知法律本身喺法庭上係唔能作為辯護理由嘅。再者，現在海關嘅執法技術比大家想象中先進得多。去到2026年，海關喺各個陸路口岸同機場貨運站已經全面應用人工智能穿透式圖像識別系統。呢套系統能夠喺幾秒鐘之內自動掃描並識別出包裹入面嘅物料、密度同形狀。無論你係將大米混喺衣服入面，定係將凍肉用多層報紙同泡沫包裝，人工智能系統都能夠輕易識別出有機物、肉類密度同顆粒狀糧食，並立刻發出警報提醒海關人員開箱檢查。大家可以試諗下一個真實嘅個案情景，有一位40幾歲嘅陳太太，平日要照顧一家4口嘅飲食，看到街市啲菜同肉越來越貴，佢喺朋友介紹下下載咗內地網購軟件，看到內地嘅大米、凍雞翅、豬腩肉平得驚人，於是佢買咗10斤大米、5斤凍豬肉、2隻走地雞，揀咗集運送到佢家樓下嘅自提點。幾日後，陳太太收到手機短信通知去取貨，佢開開心心行去自提點，掃碼拎包裹。正準備轉身離開嘅時候，2名身穿便服嘅海關人員上前出示證件，將佢截停。海關人員當場開箱，發現入面係未申報且冇許可證嘅10斤大米同未經檢疫嘅肉類。陳太太即場被警方同海關拘捕，帶返警署警戒並扣留調查。隨之而來嘅係漫長嘅法律程序。陳太太要聘請律師，要上庭應訊，每日提心吊膽，擔心自己要坐監，又擔心留下刑事案底，影響自己同屋企人。最終，法官考慮到佢係初犯，判處佢罰款3萬元，並留有刑事案底。3萬元嘅罰款，加上幾萬元嘅律師費，足足可以喺香港街市買幾年嘅菜同肉。更重要嘅係，佢因為貪一時之平，換嚟咗一輩子抹唔掉嘅案底，以後找工作、出國旅遊、申請簽證都會受到嚴重影響。呢個就是貪平變坐監嘅真實寫照。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困惑，甚至感到恐慌。咁樣講法，係咪即係內地嘅嘢完全唔可以網購寄嚟香港？到底有啲乜嘢係買得，有啲乜嘢係絕對唔買得嘅呢？大家唔需要過分恐慌。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並唔係禁止所有跨境網購，關鍵係你要清楚分得清合規物品同受管制禁運物品嘅界線。第一，關於乾貨同普通加工食品，例如包裝好嘅餅乾、薯片、罐頭食品，如午餐肉罐頭、豆豉鯪魚罐頭、乾麵條、調味包、紫菜、乾香菇、木耳等，呢啲經過高度加工、密封包裝，不含生鮮成分，且不屬於法定儲備商品嘅乾貨，一般係可以合法網購集運到港嘅。第二，關於水果同蔬菜，一般加工過或者商業包裝，不連帶泥土嘅水果同蔬菜，喺個人自用合理數量內，目前法律相對寬鬆，但前提係絕對唔可以含有泥土，唔可以係受保護嘅瀕危植物，例如某些野生蘭花、沉香木產品，而且運輸過程唔可以造成衛生問題。第三，絕對唔可以網購集運嘅紅線物品包括：一、任何形式嘅大米、糯米，除非你擁有工貿署發出嘅進口許可證；二、所有生鮮、冷藏、冷凍嘅肉類，豬肉、牛肉、羊肉、雞鴨鵝等；三、所有生蛋、未完全熟透嘅蛋類產品；四、所有帶有泥土嘅植物、花卉、果樹苗及泥土本身；五、所有受管制嘅藥物、中藥材，如含有瀕危物種成分嘅藥材、處方藥物；六、其他法定禁運品，如煙草、電子煙、未完稅香煙、武器、玩具槍等。只要大家牢記呢幾條紅線，
網購嘅時候避開呢啲受管制物品，就可以安心享受網購帶來嘅便利，而唔需要每日提心吊膽。香港街市嘅大崩盤，反映出時代轉變下市民對生活成本嘅考量，呢個係經濟規律嘅必然結果。香港市民追求物美價廉嘅生活係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但係喺追求平、靚、正嘅同時，我哋絕對唔可以失去對法律嘅敬畏同對食物安全嘅警惕。香港之所以能夠喺過去幾十年保持高效、有序、安全嘅社會環境，靠嘅就係嚴格嘅法治精神同完善嘅管制體系。呢啲看似繁瑣嘅進口檢疫同許可證制度，背後保護緊嘅係700多萬市民嘅健康，係避免大型傳染病入侵香港食物鏈嘅防線。如果為了慳幾十蚊而破壞咗呢條防線，甚至將自己推向刑事罪行嘅深淵，呢種代價實在太過沉重。下次大家喺內地網購平台購物，準備將生鮮食品或者大米加入購物車嘅時候，不妨停一停，諗一諗，呢包米、呢塊肉到底係真係幫你慳咗錢，定係一個隨時爆炸嘅法律炸彈？切記海關嘅嚴正警告，認清法例，合法消費，切勿攤平變坐監，保持警惕，保護自己，亦保護好身邊嘅家人。